朝中社報道，朝鮮勞動黨第9次代表大會於2月22日通過決定書，推舉金正恩擔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中社強調，在金正恩領導下，朝鮮以核力量為核心的軍事威懾能力得到徹底加強。決定書指出，金正恩建設了一支能夠應對任何侵略威脅及任何形式戰爭的革命性武裝力量，使國家戰爭壓制能力顯著提升。新華社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向金正恩發出賀電。習近平在賀電中表示，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他願同總書記同志一道，指導雙方有關部門及地方，落實好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譜寫中朝友誼嶄新篇章。賀電語氣表現得較為熱情，但又不算十分親密。朝鮮勞動黨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通常用於鞏固領導權威、調整黨內人事安排，以及明確政策方向。本次大會共有約5000名代表出席，會議重點集中於經濟困難及糧食短缺問題。路透社引述韓國慶南大學朝鮮問題專家林以哲的分析指出，金正恩再次出任總書記，意味着朝鮮政權已結束危機管理模式，進入一個自信、穩定，並以長期統治為目標的階段。